今仔日是4月26，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台北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火烧，计共55个人送医，目前有5个人死亡，2个人有性命危险。咱台湾今仔日无增加新的确诊病例，除了敦睦舰队的感染事件，国内已经连续14天无本土的确诊病例。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20万人死亡，约300万人致病。这阵欧美地区的疫情要继续在拖。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发生火烧，造成55个人送医，其中有7个人到院进前就无开。统计到尾暗暝，有5个人死亡，2个人有性命危险。消防局伫咧11点半把火拍花。初步调查，这起火点是伫咧5楼，业者因为施工，把规栋的火灾警报和广播系统拢关起来，内底人无法度随知影已经火烧厝，所以才袂赴走。整个林森钱柜大火啊！林森钱柜大火。民众对家己厝内窗仔门翕到高烟一直冲出来情形，对另外一个角度看，高烟一直冲出来，有民众不管家己伫咧大楼顶面，直接爬出窗仔门外口等待救援，内底又有人翕到。大火就伫咧电梯顶面炭烧的情形，竟然有伫内底唱歌的民众透过社群媒体叫人进来拍火救人。我们这边整间都是烟，我们这快不行了，快点救我！我们在林森钱柜707。早时10点50分，消防局接到报案，赶紧出动。11点30分，将火拍熄。火灾现场四界拢是高烟，虽然疏散200个人，不过因为有7个人到病院进前就无喘气心跳。顺利走出来，民众讲，当时是边仔人敲门，才知影讲已经发生火烧厝，完全无听到警报，也是广播情形。没有警铃，也没有广播。重点是没有听到警。没有，警报没响，都没响，水也没有洒，洒水器也没有洒，对，警报也没有响。民众大部分调伫7楼、8楼、9楼，消防人员初步调查，导火所在伫5楼，这个所在有电梯修理工程，导火原因依然等待调查。不过5项消防设备，包括排烟、压水、警报、自火警示器加广播系统全部关起来。我们检查相关的这个设备啊，它有做这个关闭的情况，所以现场的初步的这些火灾的警报设备、广播设备都没有运作。看起来是整栋楼它都有关掉。你为安怎会甲警报系统拢关起来？钱柜集团执行长面对媒体追问时，要讲阁讲袂出来。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新市看社认为疏失，马上赶往现场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强调会调查清楚。这场大火造成重大伤亡，钱柜发新闻稿表达真大道歉，会配合调查，负起责任，绝对袂推卸，并且对着旗下的 KTV 进行全面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透早发生严重的火烧，计共55个人送医，其中有5个人死亡。有民众走出来了后讲，迄当时的烟是真高，啥拢看无，连逃生梯嘛拍袂开。卡在消防人员到位才顺利逃走出来。那市长郭文铁是讲，这火烧的原因是因为警报器互人关掉。未来针对业者整修期间的营业模式，会阁考虑要安怎调整。收到厝内底人也伫内底，因拢真着急伤心。加在尾啊，收到好消息，知影讲人拢被救出来了。安心很多的，谢谢。妹妹那时候说她是躲在哪个地方，然后比较安。926包厢比较大。看到查某囝平安回来，但妈妈一直讲多谢。台北市林森北路钱柜 KTV 在26早起发生火烧厝，加在走出来民众讲无听到警报声，是隔壁包厢的人甲因讲才发现火烧厝。不过4个拢是高烟，逃生门又阁拍袂开，只好先秘到包厢内底。我们里面有一个逃生门，它完全被它打开，我们一直想要开那个门开不了，那我们只能就是蹲在那边，然后蹲在厕所，大家尽量把身体弄湿，然后捂住口鼻这样子。现场的逃生动线通畅不通畅？因为它是浓烟，吸到烟、呛到烟，就受伤了，就晕倒，有时候晕倒，所以你再畅通也是没办法所以尽快的赶快把它搜救出来最重要。火烧厝现场因为停电关系，4个拢黑暗，加上火一直炭烧，高烟一直冲出来，这拢会增加逃生的困难度。不过这栋大楼其实才拄才3月30完成这个消防安检。施工造成的一些疏失的专家鉴定还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用去据下结论了。所以第一步就是停业，
然后封锁现场做调查，将来应该比较标准做法是在整修的时候，如果要营业的话，应该有个规范的，不能当一边整修一边整修哈，然后一边还在营业，这可能那是我们自己要再去想想看，这个要怎么处理啊？检查结果合格，确实造成严重伤亡。台北市长郭文铁下晡到现场勘查，讲要承调查责任，再过来追究责任。第二季虽然有伫已经分向监管处申请施工，不过流程还未行完就先开工，也会退回来调查。离现场所疏散的200位民众，55个人分别送往马街、国泰、成功、大甲大安病院救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咱台湾无增加新的确诊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敦睦舰队的感染事件，咱甲当作是独立的事件，国内就已经无连续14天无本土的确诊个案，上紧张的时期嘛已经过去。另外，社交距离、酒店停业、禁止探病这寡措施，未来敢会调整咧？陈时中嘛讲，要重新讨论政策，毋过会考虑要放零，保持咱目前的成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再宣布好消息，国内2无新增加确诊案例，就伫武汉肺炎拖到即阵已经将近100天。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每一摆疫情稍微较低，伊佫会爆发感染案例，家己每一天拢真紧张。可以说，我们第一波最紧张的时候，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好，那这里面这几天也没看到，因为有这样的一个8、9天，在社区也没有一个确诊的案例。好，我们只能说初步比较放心了。但是中共国内疫情所用的控制成功，除了指挥中心在战略的决定有专家协助，并且提供正确意见。疾管署甲地方卫生单位团队也甲疫情调查做甲真精准，再来就是各部会中间互相合作。就在半石南爆发互相烧毁事件了后，敦睦舰队另外2只军舰的人员也到阵来抽回进行检测，并且由台大中研院昆阳3个实验室来进行。3只舰队拢已经检测完毕，不过结果差异大，也需要请实验室甲专家到阵开会讨论。现在对于抗体的检验，因为各个并没有一个 golden standard 的话，就没有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形态，所以都有一些落差在，可能一个个案。它有可能只有这一个实验室被验出来，另外2个实验室没有。那可能在2个实验室被验有，那要根据这个所谓的症状的情况、时序的先后，那是 IgG 还是 IgM， 还有它各种的一个强度的各个不同。这些可能要一点时间。因为国内已经连续14天无本土确诊个案，对着现行防疫措施，包括社交距离、酒店停业、禁止探病、出国等，是毋是有计划重新研议？指挥中心讲无要重新研议政策，不过有建议适度放宽，保持既定成果。另外个关心的代替列车长，北加敦睦舰队确诊者到阵在屏东潮州健身房运动。对此，指挥中心也讲，这列车长已经3摆采检，确定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半石南的确诊有31例，昨新增加的案例是住伫高雄市。卫生局是讲，因为治病患者行到的所在和进前疫调拢同款，所以拢消毒过，嘛无搁要公布。不过提醒要接触患者的人，若出现可疑的症头，就要通报卫生局来送医采检。另外，新北市已经列出70个所在，针对廉价做控管，游客若伤济，就会甲景点关起来。敦睦舰队25号新增加1个确诊案例，住伫高雄市，总计高雄已经有14例。卫生局讲，案例429例，身躯边密切接触的人，对18开始自主健康管理，直接转做特殊隔离。去过所在甲进前的确诊者同款，不过在另外公布。这一例的一个阳性确诊个案在我们高雄，他所有的活动的一个地点，都跟我们前面的所相关的确诊个案，我们都有做相关的疫调。是一样的，所以前面的这些清消作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都已经做过了。到25为止，敦睦舰队案件在高雄市已经有255人特殊隔离，自主健康管理将近4000人。卫生局呼吁追踪管理到5月7日，期间出现疑似症状，马上通报卫生局安排就医采验。225高雄市也比较春安演习，进行防疫平安演习。不过比这期有名化高雄市民，人心比较浮动，经济比较困难情况之下。一样有一个良好的治安。同样的，如果有些人故意扭曲我们这个平安演习的目标的话，对投入的警察、还有义警、义消、民防、守望相助这些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二所来5一劳动节连假，也是各县市首长的防疫大挑战。高雄市有卖票景点，人伤多停止卖票，无卖票所在是要求疏散。
新北市青店风景区老街市场甲登山步道这70个人较侪所在进行监看，人上济就封锁。我们会启动3阶段，第一个阶段会及时影像告诉大家现在的坐标人潮有多少，车流有多少，以及第二个阶段就告诉大家不要再过来，我们只会只出不进。到第3个阶段，如果人真的太多了，我们整个该封锁的路段，我们就给它封锁。离新北市首先进行封城推演，台中甲高雄市也在咧做。后前卫生署长叶金川认为是无实际超前事先准备，即阵最好隔离甲疫情调查才是根本。校友义讲，身为地方首长，爱了解作战过程，拄到状况才法度马上备战，这是伊作战40年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说落来5月7日就要放劳动节的年假，交通部为着避免伤侪民众去同一搭旅游，造成群聚感染，特别列出175个人群警示的所在，民众只要用手机到1968的 App 就会当查。像基隆夜市、垦丁大街，这拢是警示的范围。不过摆摊做生意的头家嘛讲，惊生意会变愈歹。基隆夜市卖面的大头早起就开始做生意，伫内底食物件的民众夹着汤光的塑胶棒，尽量避免互相烧话。为着防疫，基隆夜市进前实施人数的总量管制，上悬会使来2000人。不过大头讲，疫情冲击加上人数管制，生意大概落了60成。我们庙口它的那个小巷子非常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设在这里，还有那边。那有2个人在那边按那个计数器，已经掉了60%的生意了。你再管制，人也没有那么多让你管制啊。热门景点加强防疫，大头做生意是做甲真辛苦。不过4月初市名连假，全台真侪游乐场所人真多，中央不得不小心来应对。刷来5一连假即要来啊！交通部配合指挥中心，针对全台175个旅游热点提出警示的灯号，民众手机下载1968 APP， 将看到各地区及时的人数。青灯是正常的，感觉是灯号是人较多，红灯是真亏。不过大头也烦恼讲 ，APP 推行了后，生意会更加歹，会影响到什么？就是说，本来这个疫情就影响到生意了啦，对啊。然后现在紧持下去就是也是会影响啊，大家会有点害怕嘛。指挥中心希望讲人数平均分配，后面将透过手机有先降压，自动分流。今天上午呢？玉山塔尔加，还有阳明山的龙凤谷跟竹子湖，还有寿山的雅座休息区，这4个地方都有启动人流管制的措施，就已经达到这个警戒的阶段，那就开始启动这些管制的措施。所以包括景点或是夜市市场跟商圈等等，未来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资讯。离台北市预计27开始，会伫台北旅游网正式上传各大景点的监视器及时影像，后面将来判断维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际媒体统计，武汉肺炎已经造成全世界20万人死亡，约300万人致病。欧美地区因为武汉肺炎死上侪人的国家是美国，再来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还有英国。一寡欧洲国家和土耳其，昨一日各加1000人确诊，死亡人数也有100人。那英国已经有2万多人致病死亡，官员也表示讲，这疫情还未缓和。是要肯定有咧奈是甲阿嬷地当操控伊，替社区内医护人员提供挂送。英国有小店出现送货机器人拍走的景象，送货需求量增加，也凸显疫情继续，民众犹原爱配合禁卡令。而且英国25一天就新增813个人死于武汉肺炎，全国人数突破2万。Moving past 20,000 deaths, that it is still absolutely critical that 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英国的官员也引用首席科学家的见解，若死亡人数控制伫2万人以内，已经是真好成果。也毋过，即马突破这个数字，显示疫情还未落来，民众需要维持遵守社交距离。著被首相强生有计27重回工作单位。伫后6个西班牙、法国甲德国疫情相对较弱，也毋过25一天新增确诊人数拢是1000人起跳，死亡人数100人起跳。
德国部分地区也处伫封锁的阶段，另外犹原有9000几个民众无顾到禁卡令，组织伫柏林市中心大声喊“害我原来生活”。为民众到土耳其确诊人数107000多人，死亡2700多人，是中东病例数上悬的国家。伫顶礼拜就已经超过伊朗，好加在第25、26连2天，福关人数关过新增确诊。土耳其对外表示，医疗物资无需要外界援助，真紧就会自行量产复给去。记者综合报道。全球18亿的穆斯林，即阵受到疫情的影响，年度斋戒月就哪斋戒哪防疫。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嘛管制少数下规定的人会当参加夜间的敬拜。那全球有上侪穆斯林的国家，印尼是实施伫厝敬拜。这是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达清真寺伫斋戒月叫做提拉威的夜间敬拜时间，只有伊玛目相关工作人员，像警卫、清洁工甲维修人员当进入，这已经是伫通融之下出现场面。沙特阿拉伯早伫几礼拜前就宣布麦加麦天那封城，并且对境内大城之下规工禁卡令。也毋过部分批评不外声音出现了后，国王才宣布这段期间放松禁令。虽然感染人数增加，也毋过巴基斯坦全境清真寺犹原是开放，民众向地去市集买物件。总理伊姆兰汗克服伫宗教压力，稳准民众斋戒月期间会当逐工例行祈祷、夜间敬拜，也毋过犹原一平部分保护措施。伊捌表示，巴基斯坦无法度像其他国家共款实施全面性的封锁，来引起混乱。设立真大的军方无插总理决策，警告民众踮伫厝内，民众犹原有听无入。全球上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实施伫厝敬拜，总统佐科威伫斋戒月顶开的前2天就表示，今年气氛将真无共款。伫这进前，就宣布境内的本国时间禁止返乡等防疫措施。Saat buka puasanya ya itu yang kita rindukan. Tapi saat kita bersama-sama keluarga, tetangga, sahabat yang ketemu di situ di masjid untuk bertarawih bersama. 战乱一地叙利亚伫斋戒月顶开迄天，官方公布境内42个确诊4人死亡。伊德布里省的流动通话日头路线就顶开胜利。 والله يا اخي الكريم صار لنا 10 سنين عايشين تحت القصف وهالمرض وهالكورونا وهالشغلات هاي اللي عم تعدي على العالم باكمله. 伫伊斯兰的信仰中，斋戒月是穆斯林寻求坚定信仰甲定心的机会。这30天内，穆斯林地下禁水禁食，日头落山才到清真寺礼拜。今年疫情冲击，一边防疫一边斋戒，就算是有一寡无关系，也慢慢学着接受。记者综合报道。 大部分患着武汉肺炎的人，拢会出现呼吸道和发烧的症头。根据国外研究，人的鼻孔内底新冠病毒的浓度是比喙孔更较悬，代表这病毒上早可能是对鼻孔就开始感染。意大利的研究人员也伫咧细粒溶液内底检测到病毒，表示这病毒可能会透过细粒溶液传去到更较远的所在。 武汉肺炎疫情也伫咧拖，大多数患着的人拢有出现呼吸道甲发烧症状。即阵英国、荷兰甲法国4间学术机构进一步发现，无论是有症状也是无症状患者，人类鼻仔内底新冠病毒浓度拢比喙内较悬，代表鼻仔是上有可能的一开始感染甲传播所在。我们从鼻咽部跟口咽部都可以培养出病毒，也是我们确诊的依据。所以新冠病毒它本来就是可以感染我们的 鼻子、鼻腔，尤其是在鼻咽部的附近，然后后来它才会进入我们的肺部去引起肺炎。医生讲，当鼻仔有病毒存在，就代表讲开始有传染力，因为患者的肺甲喙内底可能就含有病毒。伫意大利研究人员也进一步研究空气污染对武汉肺炎病毒传播影响。结果，研究人员伫个空气污染的酸葡微粒确实有检测到病毒，这显示讲病毒可能就有这真有的微粒，会传到更加远的所在。悬浮微粒里面测到新冠病毒，有时候可能表示说它并不一定是活的病毒。那另外就是说，这些微粒里面含的病毒量非常少，也可能不会让人致病。 所以，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防范，主要还是飞沫传染。
伫世界卫生组织2号讲，即阵无证据证明已经好起来，并且产生抗体武汉肺炎确诊患者袂搁再活着。所以讲，根据各国政府未用对别活着人士发出免疫通行证，也是无风险的证明书。对此，国内医师讲，这是错误认知，因为即阵捌对这捌活着人去做拢是检测病毒核酸，毋是换病毒，所以讲有可能出现有抗体人表面上病毒也存在，不过体内病毒确实已经被消灭。所以武汉肺炎感染了后，一定后免疫力。别个再度发生感染着病。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按算要开放对国外回国的人，会当自费来体检这新冠病毒。花莲主治病院对明仔载开始提供检验，一届是6000块，48点钟就知影结果。根据外交部的资料，目前印尼、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甲孟加拉等国拢已经限制外国人入境，除非有医疗院所出的未感染检验证明才当通行。所以，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开放民众到全国7间指定病院自费体检，东部地区负责的单位都是主治病院。这个批数列实验室是一个生物安全最严谨标准的实验室，这个检验呢，大概就要成本上就大概要3到4千块的成本。48小时之内，我们会把英文的诊断报告送出来。花莲虽然也无武汉肺炎的确诊案例，不过因为外籍移工多，所以也是会有一寡要回国也是入境的外籍人士。外籍移工都是上大族群，检验费一摆要6000，敢是会当负担，我家看法真无共。这平常事情我们要到互相嘛，对不对？都为我们自己好，为了大家好。筛检的费用太高了，大概6、7千块嘛哈，我认为不会有意愿自费去筛，除非雇主很担心，他愿意帮移工付这个费用才有可能啊。主席表示，这项业务将会立即起受理，采有用门诊，由家医科门诊各到急诊室外的负压体检站采检，48点钟就有结果。这是专门提供予女外需求的诊所使用的检疫管道，一般民众无法度报名。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滚假，伫咧第一线的消防救护人员更加爱注意。台中市消防局防南分队为着要试验这消毒敢有做甲焦层，专伫咧防护衫顶悬高荧光剂，看消防人员伫咧穿衫、脱衫的过程当中，敢有细菌、病毒留伫身躯顶。消防人员也讲，因若有接到 TOCC 的任务，卖加注意，毋望降低感染的风险。救护员的防护衫关顶了后出现青光，随后2名同仁出现，已将装备脱落来。抹了荧光剂的防护衫，爱像长头共款，一领一领脱。消防队救护员模拟出现了后，身上摸到病毒细菌，脱防护衫的方法过程爱真细致。尽可能的不要去碰触到你的防护衣内层、你的衣服、你的手、你的皮肤。指挥官一个指令一个动作，边仔也有同仁协队，每一个动作了后拢爱消毒，手套脱落来，爱避免搅动摸到的病毒，也袂当吸到防护衫也是手套的内面。脱落来防护衫也爱用外布包起来，才会当避免病毒扩散。每一个部分脱除的部分，我们有一套的顺序的标准，然后每脱完一项的东西，再做一次手部消毒的部分。台中市消防局表示，出勤前拢会向亲子中心确认在上病人敢是有相关旅游史还是接触史，确认了后，就会专程穿防护衫。不过第一线人员讲，有时阵拄到对方无法度清楚表达，都爱现场判断后果措施。你没办法判断他有无上述 TOCC 的问题，或者是他已经失去意识，那旁人也没办法去确定说这个患者他有没有这个部分的问题。像这种我们会以高规格去做处理。第一线救护员表示，经过现场评估，若果有疑似症状，也是相关接触史，就会穿防护衫。任务完成了后，就会顺着 SOP 脱衫加消毒，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小可变强，北部和北部的天气会转凉，北部东半部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会落阵雨，剩的地区和金门、澎湖、马祖拢是侪云的天气。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立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9度到26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5度。
其他地区16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带恁来俄罗斯看出兵的马拉松。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无钱的时阵，咱就来去唱这个歌，赚到钱。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tiếng》。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之前有甲大家介绍一寡西医的语词，其实我唔那精通西医，对中医嘛是真了解。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中草药。中草药汉语写作中草药，罗马字写作德庸中，吃奥草一二药。中第一条，草第二条，药第八条。中医常用的诊断方法有4种：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就是诊脉，透过脉象来判断病症。判断出病症了后，治疗的方法嘛真多，亲像针灸是我上接替患者做的治疗。有的人嘛选择背风，亲像李医师我一天看遐尼侪患者。定定腰酸背痛，就会摕背风管啊吸伫我的脚趾听，消除疲劳。除了顶面的物理治疗，中医上常用的就是中草药。传统的中草药爱先去药房拆药啊，还是请先师夹药啊。拆药啊是已经知影要爱什么款药啊，去中药房的时就家己指定。若夹药啊，是敢若知影病症，请药房的先生替咱配药啊。药啊买转来，爱怎搁爱行？人讲二变喷，3碗转7分，就是咧讲山药啊上好是用洗第2遍米的水，也就是米喷，总共3碗，亲自去放7分甜草药的药盒啊内面转，真够工。即马拢用科学中药。摕到的时是一包一包的药粉，要食真方便。甲中药有关系的俗语有：食到药，青草一葉；沾到药，人心一朝。就是讲药啊，若唔对，较贵的药材拢无效。意思是咱人做代志爱把握重点，才袂加了工。六中草药占據。背风2遍喷，3碗转7分。食到药，青草一葉；沾到药，人心一朝。
咱平常时就要注重养心，唔通等到有病才来食药啊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